氣方面預測係大致多雲，今晚同聽朝天氣寒冷，有一兩陣微雨，市區最低氣溫約12度，新界再低1、2度，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，最高氣溫約18度，吹和緩北至東北風。展望隨後一兩日同清明節漸轉天晴，日間溫暖同乾燥，但星期3嘅朝早仍然清涼。而家係13度，相對濕度78%。環保署公布嘅空氣質素健康風險，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係低。休息返嚟有下一節新聞。